露底。未来的我是否给我的日子里，总是能在夜深不再将自己封锁。各位狂減17公斤有冇影響發揮？由數前今晚嘅月亮指令，我期待。Sorry 我未放大咗嗰個標。我期待有一天我回來，回到我最初的愛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我期待有一天我會明白，明白人世的摯愛，明白人生的情懷。我情願分何都拿，能換來眷戀的天籟。我情願現在與未來，能充滿晴朗的雙懷。喺麻煩都係評審可以部分。有時喺台上面就係咁啦，係咪啊？有好多嘢好難預計。我知道你揀呢一隻歌咧，其實因為你想表示你自己嘅期待，你期待乜嘢？我期待咧就係將過去嘅就放咗，咁樣期待更好更好。咁就諗住由今日我哋喺呢個 final 開始，個感覺其實後尾我哋都聽到深深個感覺，
我哋不如一齊睇下你期待嘅分數係幾多，一齊睇睇。我跟你聊先。你先。你先。我好可惜，其實咧喺台上咧，一蚊帶唔到，由得佢。有啲 super model 喺台上，高踭鞋斷咗，唔理佢照行。所以正話你一開始咧，你打散咗我哋聽你歌嘅嗰個注意力。你亦都打散咗自己唱歌嘅嗰個專注，所以成隻歌個過程咧係嘅，你係一個好好嘅歌手，但係咧成個過程咧係得4個字：力挽狂瀾。廣東話點講？力挽狂瀾。係啦，但係都好玩得到喎。OK 喎，唱得好喎。好，其他。胡老師講得啱。The show must go on。當你冇帶去耳機嘅時候，尤其是我哋而家呢個係現場嘅，即係喺電視機裏邊電視機旁邊啊，喺現場個個都睇到，俾人可以俾人知道同埋話你要停一停，冇可能。你一路唱落去一路大，The show must go on，變咗你自己又唔定啦，對觀眾嚟講又會厭咗啦。如果你唔係唔記得帶要按，你可能仲會。多謝評審。好，我哋而家俾少少時間咧，少時間佢咧準備去下一 part 嘅反應，好啊！我哋轉頭翻嚟有最後一位選手，許美婷。